好食的料理，食了互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却去互歹心恶落度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鸟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支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，斗阵来排打！大家好，社区要搁办园游会啊，咱来排打，传好料的互大家食。咱来想看要传什么好料的，唔通相像，安尼人客较有选择。我想要食煎甲香公公的鸡排，唔是传你爱食的啦，还是阿公你传鸡排？好啊，阿月仔，你要传什么？我要卖蚵仔煎，家己当手的蚵仔煎介有名。阿草佮阿雪咧。宜兰三星的葱仔饼上好食，我来传这好啊！恁拢参咸的，安尼我来准备甜的，迄红牙搁水的李亚糖。阿嬷讲鸡排要好食，嘛爱浸有入白，搁煎甲酥酥香香。蚵仔煎的重点是蚵仔爱青，煎葱仔饼的火足重要。无细字，葱仔就臭花哒。李亚糖外面迄缘糖蜜，爱切搁袂黏喙齿，加着烤，听起来拢足好食。真希望园游会较紧到。听讲料理救援队即摆要传食了会幸福的料理呢。我袂当为遮顺势，这罐醋食了会起怨肚，到时一定真精彩，带你看戏。咦，无用试，来买鸡排的人叉。来，阿公你看。因的目睭那像菜红顶咧，你的鸡排哪会比我的较大？你的蚵仔看起来比我的较大米，无啥对同哦。阿月仔，你检查一下啊，咱的物件拢真好食啊，安啦。有一缸酸味，吹着啊是醋啦。哦，外面阁是鸟鼠仔头家，伫遐，阁是你。阿公。紧摕暗公鸟校长予咱的神奇食谱，你竟然用阮料来破坏阮的活动，有够超过！这啦，好食的料理有香目的色气，好味的芳气，炸脆的滋味，上介重要的是诚意食最甜。啥？这大盘的臭豆腐？是啥秘密啊？哎呀，拄则发生什么代志？各位，就是这只鸟鼠仔头家破坏咱的园游会，甲好食个好耍的活动行为，别看啊，紧选！料理救援队恁真牛，真团结，甲歹心恶落度的鸟鼠头家赶走，搁传我上爱食的臭豆腐。臭豆腐，若介意食的人想到就流嘴烂啊！这摆料理救援队成功保护在地料理，行，做伙刷拖食好料的。